上一集講到，我哋由香港直飛拉薩，去咗八廓街、西藏博物館、直貢梯子睇天葬、林芝飲茶、拜見猴王，同洋洋互動，去咗好靚好藍嘅羊湖，仲喺羊湖隔離騎馬添。咁精彩嘅內容，如果仲未睇嘅話，記得撳返右上角睇返第一集啦。之後我哋嚟到西藏三大陸上冰川之一嘅卡若拉冰川，亦都係最容易去到嘅冰川嚟嘅。呢度棧道由5040米開始向上行，夾雜住啲平路同埋樓梯，一路就望住個冰川去進發。一開始黃師傅同我哋講，全程咧行40分鐘就到㗎啦，但係實際咧我哋行咗差唔多要個半鐘。途中咧仲有機會見到呢啲土撥鼠添。當冰川近距離呈現喺眼前嘅時候，你就會感覺到有幾咁壯觀。雖然我哋冇聞到氧氣啊，但係都建議大家要帶定啲氧氣上山，同埋要記得帶啲厚衫喎，因為就算夏天嚟呢個都會落雪嘅。落到去停車場呢，仲見到有隻野生嘅羊羊想跟我哋走添。離開咗冰川之後，就會經過滿拉水庫。湛藍嘅水令我哋眼前一亮啊！西藏真係收集咗各式各樣嘅藍。呢度特別之處呢，就會掛滿經幡，5顏6色嘅經幡隨風飄揚，帶嚟強烈嘅視覺震撼。再向入邊行呢，就係呢啲崎嶇嘅石路，而且係冇護欄，所以要小心啲啦。晚餐依舊都係農家菜。呢一晚呢，我哋就入住咗日喀則市區嘅天林大酒店，係屬於比較舊嘅商務酒店，就有氧氣同埋加濕機，衛生情況呢都正正常常嘅。好處就係位處市中心，可以叫到美團嘅外賣。第7日一早起身呢，就要趕去邊境管理辦證大廳排隊。雖然開9點9，但係如果想快啲出發嘅話呢，就好似我哋咁提早過嚟排定隊。攞到張證呢，就記得要保管好，因為之後每次過邊境檢查站呢都要 check 證㗎。其實我哋就向住彩虹出發，會停一停318國道休息站。呢度呢就有啲小店呢可以買嘢補給一下嘅。午餐依舊都係農家菜，不過呢個番茄炒蛋呢幾好食，所以俾個 close up 佢先。過完邊境檢查站之後呢，就嚟到珠穆朗瑪北大門。呢度呢有個打卡位，有個好有活力嘅職員會帶動氣氛影相。其後就要經過呢個108彎，前往珠穆朗瑪峰大本營。上完山之後呢，又要經過另外108彎落返山啊！之後就嚟到搭環保巴士上去珠峰大本營嘅中轉站。我哋都喺度買咗條腸仔啊！呢度呢仲有一啲手信鋪，而且隔離呢仲會提供埋熱水添。準備好之後呢，就要轉搭呢一啲電動環保巴士上山，憑票上車。中途呢會再經過一次邊境檢查站，記得好要準備好邊防證啊！之後就會開始進入珠穆朗瑪峰嘅無人區。到達大本營之後，都發現呢度發展得好好喎，有嘢食，有嘢飲。聽導遊黃師傅講呢，呢一啲帳幕入邊都係獨立嘅豪華房，而且有自己嘅廁所添。呢間係世界上最高海拔嘅郵局，入邊有各式各樣嘅紀念品、明信片，仲可以吸下紀念印仔添。我哋都買咗幾張又特別又有紀念價值嘅明信片寄返香港。寄完之後呢，大約2個月就會收到㗎啦。終於嚟到地球嘅第3極珠穆朗瑪峰。雖然呢度空氣比較稀薄，但係呢，佢起咗一條觀光棧道，所以呢，行起上嚟都比較輕鬆嘅。入邊都有啲鋪頭可以補給一下。呢2個打卡位呢，就對正珠峰，所以都大排長龍啊！
我哋可以喺禁區之前影相，同埋遠眺珠穆朗瑪峰。如果再想向前行嘅話呢，就要申請尼泊爾嘅簽證。多謝天氣之子嘅保佑，可以見到珠穆朗瑪峰嘅全貌啊！晚餐就喺一間充滿民族風嘅餐廳入邊食牦牛肉邊爐。夜晚呢，就住喺珠峰下邊嘅一間酒店，衛生程度呢就一般，不過呢就會提供大量嘅一次性用品，而且呢間房嘅設施都算充足，仲有氧氣機添。酒店嘅早餐都係一啲粗糧嚟嘅。食完呢，我哋就繼續趕路離開呢一個無人嘅區域，前往麒麟峽景區。午餐就係食3餸飯，白飯同湯都任裝。另外呢，仲送咗啲奶茶券同埋遊玩券，可以一陣間用。食完之後呢，就要搭呢啲景區嘅巴士上去。路途呢有啲遙遠，而且好崎嶇啊！睇到畫面好震啊！經過一番波折之後呢，終於嚟到麒麟峽啦。呢度係一個全長15公里、深度最多可以去到200米嘅峽谷，遍佈咗各式各樣嘅石柱。我哋之後憑咗一張奶茶券去換咗杯奶茶飲，味道就普普通通啦。不過就可以坐低欣賞下呢度嘅風景。呢個休息室呢都好有藏族嘅特色，而且啲姨姨呢都好熱情咁招待我哋添。其後就用咗遊玩券去體驗下呢個越野卡仔，睇呢個女車手已經蓄勢待發啦。離地100米嘅賽事準備起步啊！預備，一開閘嗰陣啊，應聲彈出，睇住佢風馳電掣咁樣啊，真係好爽啊！之後再過隔離體驗一下全球最高海拔嘅射箭場地，雖然只係10米把，不過都玩得好開心。就算唔識玩，都會有教學。我當然都唔執輸，喺度展示一下身手啦。引弓一發，皆中的，當地人啊都不敢大聲慨嘆。之後又要攀山涉水咁樣返返去日喀則啦。中途呢會停一停呢一個拉慶桑熱嘅休息區，可以遠望到雪山嘅。晚餐依舊都係農家菜啊！今晚又住返日喀則市區嘅呢一間酒店。而第9日嘅朝早呢，就一早起身趕路。今日嘅車程好長，沿途呢都見到好多牧民喺度放牛。今日嘅午餐終於有啲生意啦，全部餸菜都好好味，仲有呢個水煮牛肉同埋鬆脆可口嘅青稞餅。呢度仲有隻好活潑嘅哥基，佢名叫小叮當，可以同佢玩波波。但係咧，佢就好貪玩啊，小心玩到佢有高原反應啊！食完飯又要繼續趕路啦。呢度呢，就係去納木錯嘅必經之地，仲可以離遠睇到少少湖景添。我哋喺度落車唞一唞，仲可以俾10蚊呢，叫啲藏民幫手掛經幡祈福。我哋終於開始進入納木錯啦。門口呢，有一個新起嘅大笨象遊客入口。如果你係參加越野團坐 SUV 嘅話呢，就可以又快又舒適咁去到目的地。但我哋呢架貨車改裝嘅 People Carrier 呢，就慢慢蹬啊，蹬足6個鐘頭先去到。沿途嘅風景呢，已經如詩如畫。停低休息嗰陣時，我哋就行近少少，雪山連接住湖面，天光雲影，彷彿時間停止一樣，一望無際，海天一色，感覺留下咗一份與世無爭嘅肅靜。突然間有幾隻海鷗飛埋嚟揾食啊，就好似習慣咗有人類喺附近活動咁樣。其後我哋就要轉搭呢一啲景區嘅巴士入去，好似琉璃咁嘅納木錯就會越嚟越近。終於我哋到達咗呢個隱世景點聖象天門，經歷咗前後8個鐘嘅車程，有3個鐘嘅泥路，
呢一刻，所有辛苦都係值得嘅。如果嚟到唔想自己行嘅話，仲可以騎馬馬添。但係奶都奶啦，我哋又選擇咗自己行過去。陽光透過雲層散落，耶穌光直射湖面。之後就要喺全世界海拔最高嘅鹹水湖上邊行一條天梯，先至會去到最佳嘅觀賞點。納木錯係西藏三大聖湖之一，藏語譯為天湖。上到觀景台，眼前天湖之藍，水光潋滟，已經係文字無法形容到嘅震撼。納木錯嘅淺灘之處如琉璃般清澈，深水嘅地方就好似電青綢緞咁靚。如果時間充裕嘅話，仲可以住喺景區入面，感受下納木錯嘅日與夜。晚餐依舊都係農家菜。由於我哋趕唔切離開聖象天門，所以呢一晚住嘅地方比較簡單。整體嚟講，房間嘅設施都算完善，亦都有提供氧氣機俾我哋。第10日，我哋一早就要出發返去拉薩。即使喺8月嘅盛夏，沿途都會經過大量嘅雪山。中途停車休息嗰陣時呢，就見到有呢個牛肉餅，10蚊一個，我哋全車人都買咗嚟食，味道仲要唔錯添。之後又見返小叮當啦，因為我哋係沿路返回，所以又喺呢間餐廳度食 lunch。呢個青稞餅真係好鬆脆，好好食啊！大約2點鐘呢，就返去市中心解散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嚟到澤基寺，呢個係拉薩出名嘅財神廟，供奉住黃財神澤基拉姆。我哋都唔執輸，求咗張招財嘅金卡啊！晚餐我哋就揀咗喺八廓街嘅呢間田村酸湯牦牛肉邊爐。喺大眾點評上面呢，就買咗個雙人餐，200蚊人仔，有現切嘅牦牛肉，仲有專人幫你處理添。我哋淨係坐定定喺度等食就得啦。牦牛肉好重牛味，加上佢哋特製嘅酸湯，開胃解漏，別有一番風味。餐廳仲有藏族表演，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啊！你睇佢，我係鐵頭功，佢係金剛腿咁嘅樣啊，仲好識搞氣氛。途中呢，仲會同觀眾互動添。之後喺八廓街散步嗰時，試咗呢個牦牛酸奶，佢呢就要加青稞粉，不過我哋覺得呢唔加會好食好多咯。返到酒店樓下呢，就遇到不夜城嘅民族服飾巡遊，佢哋呢都好熱情咁同遊客打招呼啊，真係大開眼界。不夜城成條街呢都有好多特產嘅手信鋪，我哋呢都入咗其中一間買咗啲牦牛肉乾同埋牦牛奶片做手信。嚟到第11日，我哋準時出門前往布達拉宮。記得呢要提前15日喺微信小程式上面買飛，每日呢8點半就會放飛㗎啦。1號線呢就200蚊一個人，需要實名登記。布達拉宮外邊紅色嘅牆呢，就係由邊馬草製成，有冬暖夏涼嘅效果。行樓梯嘅過程中呢，仲可以睇到拉薩市區嘅全景添。嚟到入口就會見到佛教嘅4大天王壁畫。沿住樓梯繼續向上行呢，就會上到平台8宮呢一個位置，亦都係最後一個休息同埋集合嘅地點。經過呢度之後，就會去到1號線同埋2號線嘅分叉位。好多人都係選擇行1號線嘅，因為呢內容比較豐富。但係由呢度開始呢，就唔俾影相同埋拍片啦。成個行程呢，大約1至2個鐘頭，入邊有大量嘅文物、舍利子，有個純金嘅靈塔、佛像，
由於入邊全部都係藏文嘅介紹啊，所以可以行近少少啲 local tour 講解員嗰度聽下佢哋介紹。出嚟之後呢，就可以去文創館度行下，入邊有唔同特色嘅產品，充滿藏族元素，例如有啲杯墊、書籤、馬瑙等等。布達拉宮隔離個郵局呢，可以寄時光漫遊，我哋就揀咗張明信片，期待3年之後收到呢封嚟自西藏嘅信啊！而午餐呢，就去咗呢一間巡食，佢隱藏咗喺八廓街嘅小巷入邊，店面裝修簡約精緻。呢度嘅推介呢，就係野滾雞湯粉套餐，仲好貼心咁樣呢，提供咗啲醬羹、薄荷糖同埋調味料。一人餐呢，就包括松茸刺身、天麻拌蟲草花、牦牛 yogurt 同埋一份主食野菌雞湯粉。湯底鮮甜、清爽順口又唔油膩，仲可以免費添麵添啊！實在太好食，我哋2個都食到舐晒碟、清晒碗。原先呢，佢就計劃喺25年11月就唔做噶啦，但係而家仲開緊，記得要把握機會去試下啦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去咗影藏服寫真。呢個攝影師好好咁樣指導我哋擺 pose， 成個過程都輕鬆愉快。情侶套餐呢，299包咗15張嘅執相。之後佢覺得好抵啊，所以加多咗個169嘅單人套餐。攝影師仲會帶我哋去啲少人啲嘅地方，影出嚟都好靚噶。最後啲成品呢都幾自然，性價比高。整體嚟講，我哋都好滿意。影完相之後呢，仲可以自己着住啲藏服喺八廓街行下街，影下相、拍下片，自己影到夠本啦，先至返去揀相還衫。最後一晚嘅晚餐，我哋就去咗呢一間拉木藏餐，係一個當地藏族司機推介我哋去嘅本地人家庭聚會餐廳，環境優雅，貼近自然，充滿住藏族嘅特色。我哋呢就嗌咗4個餸同埋1大壺嘅甜茶，包括有孜然牦牛肉、烤羊架、炸薯粒同埋1個藏式嘅涼粉。孜然牛肉呢，餸飯一流。呢個烤羊架好香炭香味，外邊焦香，裏邊鮮嫩多汁，真係好好味啊！而呢個炸薯粒呢，入邊就釀咗牛肉，有啲似可樂 K 咁樣，好好食。而藏式涼粉喺有比較之下呢，就顯得有啲普通啦。之後我哋就去咗呢個貨倉型嘅手信鋪度買手信。呢度有各種嘅西藏酒、鮮花餅、酸奶片同埋各種嘅野生菌。憑48小時內離開西藏嘅機票呢，仲可以免費攞1.6 gram 嘅藏紅花添。最後一日，我哋一早就要出發去機場準備 check in 啦。本身買咗幾支氧氣，但係完全呢就冇用過，諗住帶返香港做手信，但係原來係唔可以攞上飛機㗎。離開西藏嗰程機，如果你有得揀嘅話呢，就記得揀右邊嘅位置，因為呢係有機會見到雪山㗎。食埋呢個唔錯嘅飛機餐呢，我哋就會返到香港啦。西藏呢個地方呢，對我嚟講一直都充滿住神秘，而且呢都冇去呢個地方旅行嘅意欲。直至今次嚟到，我感覺到當地人嘅熱情同埋純真，完全未被我哋世俗人感染，就對呢個地方改觀啦。啲人成日話高原地方好辛苦，驚所以唔去，但我覺得唔需要驚。因為心理嘅影響大於生理嘅不適，其實你克服到頭2日呢，習慣咗就可以換嚟一世難忘嘅體驗噶啦。原本呢條片嘅出片進度呢，其實冇咁快嘅，但係呢，我哋見到第1集嘅觀看次數呢，急速咁上升，所以呢，就的起心肝剪埋第2集。如果你睇到呢一刻呢，真係多謝你，希望你呢可以繼續支持同埋提出改善嘅建議。如果你係因為呢條片而去西藏旅行嘅話呢，
我哋都祝福你可以去到一個又開心又有意義嘅旅程。拜拜。